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7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箴言第9章第1节到18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智慧，或者是愚妄。一个人到底是智慧者，或者是愚妄的人，并不是看伊的职务、地位、钱财，乃是看伊的处事为人，特别是伊是不是迄种内外合一啊、前后一致啊。常常有人批评迄个政客，讲因是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头壳。这就是咧讲，即种前后无一致、内心甲外在行为相违背人，是迄种掠做家己真聪明，事实上因用家己自认为的智慧，只不过是咧正做愚妄的包装利益。最近看到一寡报道，一寡政客伫公开场合讲毋对真严重的话啦吼，有人伫家己的生日的中间，这个公开竟然讲祝福家己的罢免会当成功啦吼。阁有一位捌担任过台湾真悬的这个职务的政客，公开场合讲着爱落架家己的政党，而且阁问现场的人讲好毋好安尼吼。所以咱倒转来看圣经安怎教导咱啦吼，箴言第9章第1节到18节，智慧有起处，徛七支石条，有台精生调好酒，搁办桌，伊找女婢出去，伫城内悬的所在宣布，憨直的人拢踅来食。智慧甲无知的人讲：恁来食我的饼，啉我所调好的酒。恁绑煞无知，就会当得到性命，嘛着行伫光明的道路。究竟爱藐视的人，本身会受凌辱；谴责歹人，家己处见笑。毋通谴责爱藐视人的，因为伊会怨恨你；谴责有智慧的人，伊会听你；教导有智慧的人，伊会愈有智慧；教示义人，伊会加添学问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上帝就是聪明。因为靠我，你的日子会增加，你的年岁嘛会增加。你有智慧，智慧会互你有利益。你若爱甲人藐视，受损的就是你家己。憨的查某人讲话大细声，伊憨直毋捌半项。伊坐伫家己的门口，坐伫城内上悬的所在，叫过路的人，叫赶紧地经过的人讲，憨直的人拢踅来食。伊甲无知的人讲，头样的水较甜，头食的饼较有滋味。毋过愚妄的人毋知伊遐有阴魂，伊会人徛伫阴府上深的所在。智慧的人知影着爱离开歹代啦吼，远离罪恶。只有愚妄的人亲近愚妄的事，愚妄的人。智慧的人追求亲近上帝的良善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而且遵守上帝的真道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6节，第1节到第6节，安尼讲着：少年人，我写这个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前，做咱的辩护人。伊为了咱的罪，毋拿咱的罪，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。咱若得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
若有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伫遵守伊的诫命，这人是白贼。伊内面无有真理，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的听就真正伫伊的心中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的内面，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。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的内面，因为只有愿意这个遵守上帝诫命真道的人，才是真真正正认捌上帝。若无愿意遵守的人，就是迄种唯心论啦，咱讲白贼啦，就是愚妄的人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。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诫命不时伫我的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教示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就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无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的喙内比蜜搁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愿顺你一切的道路。求主帮助阮。阮会当追求全心全意的顺服上帝的真道，看重上帝的智慧甲救恩，互阮成做智慧者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